苗栗縣市中教師李文歡研發出台灣客語點視拼音方案，希望這也能同特殊視障者學習客語，參與認證，共同來保存、流傳承客語。記者彭建理也。記者彭建理苗栗報道，國家推行本土語言復振，期盼認證。未納入國高中聽錯愛修課程，不過教育部還沒有專門本客語嘅檢視內容，想愛學習客語嘅視障人士留學生嘅無書可讀。實地總統教育獎嘅苗栗縣視障教師李文歡研發台灣客語檢視拼音方案，希望這一套內容幫助視障者學習客語。參與認證，共同來保存同傳承客語。今年本土語言納入國高中必修課程，海南一中客語先生連羅李文歡表示，學校有全無嘅視障生愛學習客語，但無書可讀，兼有客語檢視內容，加速基地10月完成一套台灣客語檢視拼音方案。李文歡講，一套檢視內容依照教育部頒布嘅客語拼音方案做排列，含個用法語、台灣閩南語檢視為基礎，學過檢視嘅視障朋友做得當家求學位。